别动，别动，手这么靠，来，走。你涉嫌那个恐吓公众罪啊，都是交啊，这边给他反靠。 他很会演，那他现在是演哪一出啊？他要跑到后山去啊？他要跑去后山啊？一名男子于本月26日于复兴区中正路启程为悬挂号牌机车，警方获报前往处理。过程中，嫌犯拿出开山刀于大街上对员警挥舞。警方考量当时街上往来人车众多，避免伤及其他人，判断不以使用枪械为事，现场安抚嫌犯情绪。4. 嫌犯远离人群之后，伺机以月牙棒制服嫌犯，讯后依妨害公务、恐吓公众等罪嫌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